你好少做運動。我好少做運動。係啊，好笑。喂，我74歲先至開始第一次做運動。今日我同公公婆婆一齊做運動。我哋今日有個特別嘉賓喎。你好，Hello，耶！話佢做得啱唔啱？教下佢啦。唔該晒，你好啊。我哋係新朋友，你幾歲啊70歲。1、2、3。上先。唔該你。喺度上堂開唔開心啊？開場好熱辣。好熱，真係。1、2，你係山隊友啊？我聽唔到。豬隊友。你哋好神隊友啊！山隊啊！我哋會唔會慳？跑哇！你哋好健康啊！黐線喎！老咗咧，對 muscle 咧就唔得啊！好緊要啊！keep 住 muscle。你點啊？哇！你好大力，2個圈慢。你個腳長啊嘛，可以3個圈，我咧1個圈。你想唔想帶屋企人嚟一齊做運動啊？咁樣訂我。